他们是谁？他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要到哪里去？这是哪里？这里和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？这里是我父亲的老家吗？这里是我母亲的老家吗？这里是中国吗？这里是现在的中国，还是过去的中国，还是未来的中国？我认识他吗？我是谁？